你一定要想清楚。咱即马是叫做文化的时期，末法时期，嘛是叫做关键时刻。我想要要来修行，咱一定要想清楚。啊无，我来回答，我来来去去，疫情无的时阵，疫情有的时阵，我无法度来回答，我个会感觉难过。好，当我来爱的时间到啊，譬如讲疫情已经控制啊，我来回答的时阵，来去回答啊，我嘛感觉讲我会难过。好，所以今仔日我为什么要休息？咱这点每一个人其实拢爱想清楚，拢爱想清楚。啊，无到时阵会出一件代志，当咱拄着代志的时阵，糟糕了，咱无法人救咱家己，咱无法人救咱家己，又是安怎？因为知影伤济。我知影伤济是还无法度救我家己。你讲的迄拢我知，我拢知啦。你讲难道我无比你较好讲吗？问题，这问题有发现，咱无法度解咱的心，因为咱互咱家己障碍着啦，这叫做所知障。我互我家己所知物件，所以障碍着是安怎？因为咱今仔日所知物件，我无甲翻做避讳，煞怎变成我人的识别？识别就无共款哦。咱会去动我心内，你合我你讲的，合无合我的意，我敢会顺心？我敢会去听你讲的话？无可能，咱心内就开始一个反弹力。你讲的，我比你还好讲，有没有？所以，当我们有可能会被我们自己所知影物件，煞断去障碍障碍咱自己。所以，咱一定要想清楚，是安怎我要来修道。为了就会讲啊，咱原来去爱面对咱自己，想清楚。如果今仔日咱讲咱是为着我的家庭来的，我听人讲迄啥物人救到了，后来修到了，家庭有够幸福，人先生绝对有够好，你来袂要紧。有人想讲，阮囝有够无乖，我看某美人因后生讲去送伊学堂了，学生全比有够乖，来学堂学生。有人讲，哎呦，我听讲人迄有感情的，求道修道了，煞我身体拢用惊开，佮活过来当，来学堂修道。有人讲，我事业若想拢无讲做顺利，有人讲我修道了后。我毋免做定单，家己来，趁咱毋知人去。来，为什么？为人道清一定是咱咧想。当初咱今仔袂当误导别人，今仔来学堂，是咱咧修咱的心性，毋是为着事业，毋是为着家庭，毋是为着我的身体来学堂的。各位前贤，咱绝对爱注意，这叫做贵定两字。贵定。当咱今仔有这个心起来的时阵，咱爱想讲嘛有可能在过去世毋知点是，我就是因为我的家庭，所以我引起混乱修行。我有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，我毋去修行，我无入混沌修行。我有可能因为因即摆咧讲袂使这个原因，我来混沌修行。但是一张过了后。到这世，我知影我来修行的时候，我切一个就去。是安怎？这个叫根基嘛，一步一步，这种叫做过程。所以咱人唔通去看人讲，哎呦，伊那就是因为安怎，所以他来修道。总有一天，他会走到入心性的程度。所以咱唔通去看轻别人。当咱看轻别人的时阵，当咱无尊重别人，伊那个在修行，伊那个过程的时阵，六祖甲咱讲，咱有无常的过程，因为按照上简单，我们没有做到尊重人家的过程，咱无尊重。人伊那在修行，要向上走的这条路上，伊中的迄个过程，虽然咱已经行过，嘛有可能在什么
的时阵，咱就爱个定定一解。吼，所以咱讲，在咱今仔日，吼，咱来想即种代志时，咱咧做这过程的时阵，有人可能就想久啊，我无所求来的，我今仔日来活动，我迄个，我有没有所求什么啊？各位真贤，这一句话你绝对要用得清楚。今仔日无所求是针对咱人的本性。来，释迦牟尼世尊当时伊要修行的时阵，伊有目标，伊有目标，伊为着要离苦得乐，伊要找到一个方法，去帮助所有的人会当脱离这个苦海，伊有目标。释迦牟尼世尊伊有目标，是安怎？咱讲无所求，因为咱搞错方向。无所求是针对咱人的本性本质来讲，毋是你今仔日要做什么代志，你有目标。如果咱今仔日修行还无时阵，拢相共。你来修行做什么？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搞清楚、分清楚。到底迄个讲的是咧讲啥物物件？佛咧讲这物件，菩萨咧讲这物件，伊到底咧讲啥？伊的真实意对，毋通去搞错。吼，所以咧，咱讲，当咱今仔日有人就会讲，伊讲，哎呀，讲师讲较济吼，我其实我嘛做袂到。啊，你看我带囡仔来，你看伊个囡仔啊，从嘛小共。各位真人，咱毋通小看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。吼，即个囡仔无可能带来两改了，伊可能安尼，但是伊渐渐，伊可能就会改了。是安怎？咱譬如讲，咱敢有咧看广告、电视，咱敢有看电视？有啦吼，为了家己他讲，你著无看电视，就咱讲你直接看过广告啦吼。咱广告是毋是？伊迄个广告一直不断的，伊咧播放有无？吼，啊来，当咱今仔日看到电视咧广告什么物件的时阵，你无需求的时阵，你敢会走去全联，敢会走去7-11买？袂嘛。但是有一天，当我有需求的时阵，我住伫全联，我住伫7-11，有些其他的卖场，哎呦，电视那时候有广告这个台柱，有没有？我们就会拿起来用哦。其实不要小看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所以呢，有人就讲，咱今仔日好在这个世间，吼，咱走一段来。虽然讲我暂时做袂到，但是咱好的思维小人想这个广告安尼，咱甲放当心肝内，咱毋通去拍咱家己的信心。无可能啊！哎呀，我时间呢啊，哩人啊，暗早人咧讲啥，人也无想人读济册，也无人想遐好嘢。我有法度啊，无可能啊，我无可能开悟啦。有没有人这样子想？其实真正有人安尼想，但是呢，有他想要讲的就是讲，以即句来讲，咱讲开悟，咱认为啥物叫做开悟？你们觉得什么是开悟？那他们开悟，会不会听？会正地？吼，甚至有人讲开悟了，辛苦金光闪闪，佫会闪目睭看袂开，佢目睭起袂开。到各位全贤，这种开悟的观念叫做电视看伤济。而且电视看就这个电视拢安尼演啦，伊讲伊开悟了，手飞去天顶。我一开悟了，我肿瘤头壳，一开悟了，手钱再走对去。各位亲人，不要去复杂化开悟这一词。开悟就是开启咱人的悟性。我做简单嘛吼，开启咱人的悟性。吼，譬如讲哦，吼，今仔日。咱修，哎呦！我哪想要人搁食鱼啊吧？我应该爱食素食，开悟无？有。所以咱讲在当时，咱毋通去复杂化哦。所以在当时，咱讲释迦牟尼世尊，释迦牟尼世尊，伊当菩提树下观看夜青的时阵，伊开悟啊。搁袂输。
咱六祖大经讲的，当五祖五祖伊讲这个法，互六祖听的时阵，拄啊讲到境无所住离心其心，迄句的时阵，六祖拄啊开悟。啥物叫做开悟？开启悟性。这开启悟性，就譬如啥呢？譬如讲，咱今仔日咱要食一罐饮料，开，我讲听过这声，吼，吼，安尼就开啊嘛，吼，咱是毋是迄汽水，咱就甲咱是毋是会当啉迄内底迄个好啉的，有无？好啉的，小可嘛是安尼啊。所以当时六祖呢，伊就是听着境无所住离心其心的时阵，伊的心嘛，然后伊所怎讲足分明的五句，讲啥？伊讲好奇自性，本自清净；好奇自性，本不生灭；好奇自性，本自具足；好奇自性，本不动摇；好奇自性，无心办法。开悟好，开悟啊！六祖到飞去天顶，六祖到正地，你敢有看到六祖同六祖大经内底讲，六祖当时规身躯金光闪闪，敢有甲咱安尼讲？无嘛，电视看伤多啦，吼，不要去复杂化，吼啊，所以呢，咱讲在这个时阵，伊开悟啊，各位真贤，吼，这叫做顿悟，顿悟，好，顿悟才好哦，我来修顿悟就好了。各位请想，顿悟，顿悟，伊是偌济讲修靠得到一点仔顿悟。所以这讲修就是咱爱打拼，咱爱认真，咱爱精进，咱爱一步一步向咱的心来行。当咱能量累积足够了以后，在适中的时间，咱自然会安那，好，咱就开悟啊！好，咱就开悟啊！啊，然后开悟了要创啥？各位这样来开悟了要创啥？当初困。歇困，我已经开悟，就当初歇困。开悟了，继续修行。既然开悟的物件，就去修行。咱刚刚听过，咱六祖讲的开示悟路。开悟了，毋是就拜拜啊！哦，开悟了，毋是讲佛陀甲咱讲，你会当你毕业啊，你也慢慢过来啊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。开悟是讲，咱今仔日开悟了，开始咱今仔日真正修行的开始，依附而行。咱今仔日知影讲，我食草无好，咱食草无滋味，咱食草去伤害咱生命。然后咱开悟啊，咱请靠，请靠了，来咱要创啥？咱是不是先人过咱该修的日子？该过什么日子就该过什么日子，但是你合乎人的一个天性，叫做主义，是无？好，所以呢，咱讲，咱外口外在一切，今仔日外在一切，拢是为着要引导咱今仔日求咱的心，互咱会当引导咱的心，互咱会当更加就去光明，会当互咱更加。算讲较看代志看会清，所以今仔日咱修行修到即摆即个时阵，咱毋是咧讲，我搁偌济册也袂读，我搁偌济经典我也袂读，我搁若想有啥物法我也袂修过。各位真正修行毋是安尼哈，而是讲咱今仔日修行，咱是毋是想讲，我今仔日我敢有比昨昏，我的心比昨昏较丰富，我的心会当比昨昏较安顿，我的心比昨昏更较自在。一天去安顿咱的身心。所以咱讲，今仔日互咱的入心，咱爱用心，咱一定爱用心。那么用心呢，咱就爱入道。那么入道，什么叫做入道？咱入道爱有确实的这个初心，正确而真实的这个初心，正确而真实的这个初心。譬如讲，各位真贤，今仔日咱大家拢修行修足
久啊！古早时代到老和尚，修足久的叫老和尚嘛。哦，来，每一个老和尚拢有成道吗？无嘛，对无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为什么？因为问修久啊了后，咱人会糊涂。这句话咱讲有灵动。修久了以后会糊涂哦，而且糊涂，敢咱家己搞不清楚情况，咱会当作讲我是对的，所以唔较厉害，这能力较厉害。糊涂，敢咱家己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哦，因为现在就较讲一句，因为就较蛮糊涂过。我后来个什么时阵要糊涂，就较蛮唔知影。吼，因为咱这个养明心一站一站要行。吼，所以呢，咱讲人，吼咱人，今仔日咱要有一个确实的这个初心，咱要入道。释迦牟尼说，因为咱达摩祖师甲咱讲，达摩祖师甲咱讲入道有两个方法，叫做利路，利爱因，行爱因，这两个方法。吼，所以袂输着咱师尊甲咱讲啥三不离，三不离是啥物物？不离先地，不离经典，不离先地先，不离不等，这三项嘛吼。顺序就可能有一点仔错误啦吼。咱讲经典好啊，是安怎不离经典？咱是安要读经，来各位亲人，咱是安要读经。然后我们都在推广读经嘛，读经，在过程里面，它一定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是啥物？开悟。各位亲人，咱要读经典，经典是用来印证之用。经典是印证我们今天的心。我今仔日修，是毋是我行了都是对的？当然咱路是毋是对的？生活甲咱印证，因为伊无伫的，咱无法度下面，咱的肉咱无法度看伊只好看会到面了来看，互咱印证之用的哦，还是要互咱引回引导找回咱人的本心，还是要经典是要互咱印证找回咱人的本心哦。所以当时达摩祖师来去到中国的时阵，迄阵是啥物人做皇帝？梁武帝做皇帝，其实毋知影咱是毋是有看过迄个？应该是万子良演的迄个叫做《达摩祖师传》。我咱毋知看过迄个无的对啦。迄阵当时达摩祖师来到中国的时阵，伊就算讲有一个机缘，就去看着这个梁武帝嘛。这个梁武帝呢，迄阵甲问一句啥？我抄遮济经典，请人抄遮济经典，起甲济遮济护士，遮济人来出家，请问我敢有讲我有偌大的功德？达摩祖师也讲一句讲，无任何的功德。所以迄阵，咱这个梁武帝说甲哭出去啦，有啊，伊甲哭出去了嘛所以是安怎？咱达摩祖师会讲一句话，因为伊在当时，伊看到这个世间人，足奇怪的，是安怎？这人咱在修佛法的时阵，哪想当做一个足高尚的知识，或者是讲，哪想做流行的这个知识，大家咧学习，甚至怪嘴讲的无咧实修，所以达摩祖师是一个正道之人，伊是一个正道之人，伊知影讲，这拢毋是佛哦，这拢毋是变佛的面目，这拢毋是佛本来的面目，嘛毋是佛本来的这个状态。所以伊在当时，伊看讲一群人怎啊走起去，风气，大家拢安尼修，大家拢认为讲你这做修道，煞毋知影讲原来这毋是叫做修道，这是大家拢走起去。所以达摩祖师在当时呢，伊适合用一个方法，因为伊是外国人，而且伊看大家拢研究甲安尼煞，都差一点方向行毋对去，所以伊只好用一点什么方法，伊就采取当时咱释迦牟尼世尊伊用迄个方
魔，迄顿魔之法叫做啥物？叫做直指人心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迄阵就留一句诗，什物寄语？伊讲啥？伊讲我本求心，心自持，求心不得大心知，福心不强心外得，心生病是做心事。我本求心不求福，了解三界空无物，若为求难，是要求福但求心，知这心是佛。这是在讲啥？伊讲我要求这个心，伊才甲讲咱求心啊！啊，心本正就有啊！哦，你毋免咱心本正，咱每一个人就有啊！哦，互伊讲，但是你咧求心的时阵，你阁袂当互心去知影，袂使知影讲你有求佛之心，袂使知影互心知影讲我有求心之心，因为伊是一个正道开悟正道之人，所以伊阁甲咱讲下骹这红色这个重点叫啥？福性无对外口来得到，伊毋是因为环境，伊毋是因为咱人事物法来得到讲这个福性，伊是本身，伊是本意，毋是对外口来得到的。伊讲心生病是做心事，当咱即句，毋是讲咱生心的时阵是啥物烦恼，但是今仔日一个开悟正道之人，一个修到坎站足悬的人。因认为啥物叫做罪？当咱的心若离开菩提的时阵，迄就是叫做罪，迄就是叫做生罪出来啊！啊，所以讲，咱求心用来求，毋是外口求迄个佛。爱知影讲三界是无一物的，空无物。啊，啥物叫做三界？就讲简单的，就是咱讲色界，色界。欲界、色界、欲界、无色界，我这上面叫做色界，就是你看见色色的这个世界，你看这形形色色。啊，什么叫做欲界？就是咱心内产生迄个欲物，无物欲的迄个，是咱的迄个心态。啊，什么叫做无色界？当咱一直修到一天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讲，外在一切，哪想无讲互我讲，足铁紧，甚至讲我这个无欲，我嘛无啊。然后咱来到有一个种什么上好？啊，无倒里厝好啊，无倒里厝好啊，啊，这叫做啥物？这叫做圆空。你有冇听过圆空两字？有嘛吼？啊，圆空有什么状况呢？伊怎无生机？他没有生机，当伊快着人需要帮助的时阵，有人受伤伊呀。唉，无要紧啊，迄就是叫做因果。啊，该死吼，伊就会活落来啊！啊，若该死吼，伊嘛活袂落来啊！不要紧啊，毋免管，咱来走。我类似这一种，吼，伊无迄个心，伊无菩提心哦，伊就感觉讲，一切拢空的，咱嘛毋免伤用心。这叫做三界内底其中一界，叫做无色界，叫做圆空。叫做圆空，所以呢，伊即摆就讲咱来了解三界内底，吼，空无啥物拢无物件，所以你咱去看头前迄句心生变是最生死，其实伊在这个时阵就甲咱讲啥？心卖生，心不生，心无生，心咱就毋免去灭迄个心。啊，如何达到不生不灭？是咧讲我的心我要空，我的心要空，我的心要空，我想要求空，敢是安尼？毋是安尼哦，而是咱来去知影讲，伊要伊的重点是甲人讲啥？讲原来心，咱人的心，无较稳定就是空的，你毋免去摕外口的物件来调。人讲的意思是安尼，所以嚟讲叫咱毋通去执着外口的物件，毋通去念物件来。所以呢，伊就讲即句话，所以伊就是用即种直入人心的顿悟之法。所以人讲。经典是流风，经典是流风，啊，搁后仔来请教。当咱今仔日生病破病阵，咱去药房摕买药啦，是甲头家药主讲，你内底药啊总全部拢甲我包开，是安怎要包开？因为我人无爽快，我总包开，我摕起来总食，安尼敢对？对。啊，是讲今仔日我知影啥物镜头，我对症下药，我只要买一项物件，好啊。是无？所以经典来讲，你不需要念到所有的经典，只要经典
好，所以咱讲，囡仔日咱唔通用实性，咱人的一个实性的惯性去咧咱咧读经，读到尾啊，煞转变成我咧研究这个佛教的这个体系，我咧研究这个册到底是咧写什么知识，咱煞转唔知影把经典转做道理，把转经典的内底的道理，甲转做咱的智慧，煞转变成实理，总有一天会惨，真正总有一天会惨。吼，所以呢，咱讲囡仔日，吼，咱互咱生活的，虽然法有够济，但是囡仔互咱生活的，毋是即个法，毋是即个法，毋是即个经典哦，是咱人的心，咱人的心靠有法度，互咱会当生活，绝对毋是即个经典，因为经典伊迄搭遐是要互咱去印证，当咱印证了这个法，你爱单调，你爱单调，都袂想囡仔流鼻水，或者是讲我囡仔日面有太高，手太高去，我摕一张卫生纸来切个片仔烫诶。请问，即张卫生纸敢有解决咱诶问题？我老耳，我好解决我老耳即个鼻水流出来即个问题？有嘛吼，有吼，来，你即张卫生纸，你要黏伫片仔即搭只，还是放伫裤袋，还是当粪扫桶？当粪扫桶啥物？头毛刀？嘛是会使头毛刀来了，来打了，你用来头壳，佮用无太高，你敢要单调？爱单调，所以法就是安尼。囡仔去法，毋是要互你摕来即种的法，毋是讲要互你摕来，互咱讲，我囡仔去外口拄外口，毋是即个代志。法是要互咱应证之用，当用了这物件，你也甲单调。心本来就是看咧，你搁何必去摕法来甲你执着自己？好，所以呢，咱讲囡仔日了做，我甲咱讲一句叫做莫错用心，你不要错用心。囡仔日咱有行，咱有根基，咱有做点，咱有训练，好无简单，咱行到一步，绝对不要错用心。咱的心唔通去错用去，无猜咱囡仔日行到一步。所以呢，咱第一。入道较设一个初心，咱爱深信有佛性自信。讲真诶，咱人有佛性，咱人有自信。你有深信吗？你够清醒？来，够清醒？思考，你够清醒？讲真诶，有遐做歹势，甲恁讲一句，无。好，拍谁哦？真的，我们没有生信，信，有他是变 A， 我开刚刚，有他靠三分模式中打掉，有那个倒跑。咱信有清醒，有诚信，有微信。而且微信不是你手机啊内底迄个微信，吼，是较少信。甚至咱叫做无信，有亲信，有诚信，一点点啊迷信，甚至一点啊拢无信，够无？够无信有信的人，有无？无神论。大约有这种由于帮无神论的人有够多，那我们大概留在什么程度呢？咱大部分差不多伫这个诚信和迷信之间，差不多伫这个状况。那我真的很相信我有佛性啊，咱每一项拢有佛性啊。各位真嘿，当咱囡仔日，咱若真正深信，咱每一个人有这个佛性的时阵。你至少，咱记住哦，咱在物质和精神之间，咱的无解；咱在前世跟今生，咱在相下亲亲，咱的无限，咱的原谅。甚至咱囡仔日，咱的祷告，如果我真的深信我有佛性的话，我至少我的祷告分的四字之一，四字分有四字，分有四字。迄个字叫做啥？叫做无
平等性质，什么叫平等性质？咱无分别心。各位真贤，咱摸家己的心摸看哪样？我有分别心吗？有没有？加减是无？加减，某一个时阵我加减，我有真正分别心。加减嘛咱袂讲咱绝对拢有分别心，咱讲至少伊要加减。当你有加减的时阵，就是称心。至少我们不是生性的那一个状态。所以呢，在《中国经正信稀有来跟你讲啥？讲如来灭后500岁，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相聚，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始。当知世人已不于一佛、二佛、35佛而种善根，而是于千万佛所种善根。这句佛经其实会当去印证咱自己。我今仔日有偌济的心，我今仔日我有偌济的心，甚至我差不多有几分大遐修到过啊，有修行过啊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咱会当讲，我们还没有达到深信的那个程度，但是咱至少咱知影，咱大家当讲，我知影咱人有一个佛性，每一个人拢有相共的这个佛性，咱用知影来形容。你不是讲真正我做清醒，我们如果很深信的时候，咱今仔日真正做下你容易的是安怎？因为咱今仔日真正开悟了大开悟，我今仔日修行的时阵，我今仔日在我人生看人的时阵，我毋是看到人，看到啥？我看到人的佛性，我是看到人的佛性，还没在对应哦。那么人生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啊！无烦恼啊，咱无烦恼，咱每天有当然能计较，绝对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呢，咱讲，今仔日我很想深信，我真正就想要清醒的，但是就遐个咱大家讲歹势，这毋是咱会当控制哦，这是在咱意识内底，咱深深，大家每一个人拢是小可安尼深深的那一种意识，那种根深蒂固的那一种意识，咱毋是咱会当控制，真正毋是咱会当控制。所以呢，咱伫咧想是安怎？所以在当时呢，咱看这地藏王菩萨经，这个阎罗王品，大家有去做一个叙述，迄阵就是阎罗王，迄阵就问释迦牟尼世尊，释迦牟尼世尊如何来到地狱？来看，哈佛个呢是咱这个阎罗天主呢，看到咱这释迦牟尼世尊就问讲世尊，我今仔日小释迦牟尼佛，我今仔日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想要甲你请教。今仔日地藏王菩萨，伊度化遮济众生，遮济地狱的众生，互因知影了后，我毋对啊，我后摆袂当安尼思考，然后伊离开这个所在。但是看无偌久了后，我还阁看到你还阁来啊！袂是讲安怎？一个人去吸毒，吸了后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可以吸毒。但是没有多久，戒毒所，你还阁来啊！增加业务量，是安怎？感觉足怪。结果咱释迦牟尼世尊，但释迦牟尼世尊呢，就甲阎罗天主讲啥？伊讲难言菩提众生。习性刚强，难调难服。什么叫做习性刚强？疑心公有，咱人的这个习性，是中年到诶，就怕我足暗诶。虽然讲伊咱的地藏王菩萨有迄种诶咱，有迄种咱，甲咱人会当在迄个时阵，我真正毋对啊。但是咱人因为这个习性刚强，咱人的这个习性真正太强了，所以当咱人我唔对啊，但是过无偌久又恢复原来的情况，习咱这恶习结重，咱无法度以今仔日佛甲咱讲的，咱以这个善道，以这个佛道来修行，而来脱离轮回。
有一众生，无一众生，而不具有如来佛性，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得正。咱每一项拢有佛性，但是拄好因为安怎？因为咱人这个梦想颠倒执着，煞怎无法度得正？多差你这大家呢？所以呢，咱讲咱人迄个习性，咱人的心拢是光叉叉，咱人的心拢是光叉叉哦。都袂输讲，有哪个？这一个光叉叉的顶面就叫譬如讲啦吼。结果呢，咱是安怎？咱无法度来学今仔日来的时阵，请咱的前线帮咱去较摕一项物件。你敢有看咱的本性？这就是咱的习性，咱的习性。但是咱的佛性无去，迄会到你家，到减，无减，到灭，无灭。但是安尼到快，无快，这就是叫做习性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就爱知影，今仔日咱的佛，咱的祖先的历史，咱今仔日比来地好。无因为任何物件甲咱减一滴的光芒，拢无。啊，所以咱该知影，这是安怎去啊？有无好大无好？咱这是安怎去？咱就爱知影，伊带丢咱的六根，它从6个管道进去，暗昧一色心，这5项拢会集结到咱的第6，叫做意识。拢会流到意识，流入咱的意识体内底，拄啊去甲咱袂歹着哦。所以人讲呢，今仔日咱第2，就是你要都摄你的6根。既然咱知影讲，我有这个因素，那我如何去都摄我们的6根？所以咱讲，今仔日吼，都爱护都。元都元帅都，咱人有梦，啥物叫做梦？当咱人的心离开土皮的时阵，就是叫做梦，也就是他做有他讲的，心生是最深的，就是这个梦。所以咱人当咱今仔日咧看物件的时阵，咱是不是拢向外靠咧看？都是别人的错。都是别人怎么样，还是因为外在的环境？咱以外在环境来决定咱人的这个，咱的判断。所以呢，当咱今仔日咱人梦想一起的时阵，咱用这个来评断，敢有正确？一句话就是多好妄加评断，多好死。这是咱在咱人生内底。几乎每个人，甚至是常常，甚至是总是，咱拢咧妄加评断，用妄心去甲做判断哦，不是用佛心去做判断哦。所以呢，咱就爱讲，今仔日咱来向内底看，啊，唔通讲，咱有他感觉讲吼，不要认为我今天向外看，有啊，我向内看啊。当咱有经验的时候，咱有行过这条路途的时阵，咱就知影，咱的心拢向外口看的时阵，当咱要越头180度看咱自己的时阵，咱敢知影迄有难？迄真正足难的哦。当你有行过，佮行出去的时阵，佮要知影我要行倒来，这较知影难。因为你咱行出去，咱咧看外口，我们走的不知不觉。但是当我们要回来的时候，还是爱用偌大的功夫，还爱用偌大的能量，咱爱经过偌久，我才能够往内看到我自己，我才能够往内
是什么？咱人上大的这个梦，咱人上大的这个梦，就是认为世间的一切是实有的，世界的一切是实有的哦，我都可以摸得到，可以掌握得到的哦。咱讲这句的时候，世间的一切上帝较开始讲的时候，有讲啥？咱除了咱人的本身以外，世间的一切拢是咱对应的假象。但是到这的时阵，咱佫讲一句啥？咱讲世间的一切拢就是，我认为世间的一切拢是实有的，咱会感觉足奇怪。用叶学，就去有一个道亲就甲叶学讲，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修行，我后摆一定要好好修行。我是条小冤中冤案啊！我后摆一定要改掉。伊是假，后摆我要甲我家己讲，我的翁是假，我的翁是假，会晓怎啊使了？翁是假，无倒去你边仔迄个送嘛？我啥物人甲你教这个想法啊？谁教你的？你讲啊，佩姐不是这样啊，当然嘛不是啊。你那个够学，各位浅显，你那个咱讲毋是实有的。叶学敢有讲，咱来讲叶学，圣婚敢有甲咱讲伊不存在？敢有甲咱讲伊不存在？没有，他只有跟我们讲他不实在哦。你那个毋是实有的物件，就是伊毋是实在的。你那个伊是我的先生，后生人伊敢是我的先生？无一定嘛，意思就是讲这关系会变，它不实在。所以，一存在不存在，存在咱这些观念绝对要跟建立起来。东西存在，但是它不实在，所以这叫做幻化，这叫做假。佛经甲咱讲的是这个意思哦，唔通讲迄种假，迄种啊无倒去你假假迄啥物人啊？所以呢，咱讲今仔日，世人上大的就是这个梦想，上大的梦就是讲，我认为东西是实有的，所以咱讲梦。咱梦有梦想，有梦想，有梦求，各位真贤，对咱人心里梦下了叫做梦。什么叫做梦想？什么叫做梦想？什么叫做梦求？咱感觉比较想清楚。咱的心离开土地了后，因为夹杂着无明，叫做梦想。当咱今仔日看到景了，咱起心动念，叫做啥？妄想。梦想。当我看梦想一起了，我看到景，咱起心动念了，结果。直去。哦，歹势，再个一个。妄想。梦心，我起一个梦念，然后当我今仔看到景的时阵，我打起心动念叫梦是讲梦念嘛。但是我看到景了，我总甲打去。你打去迄个动作就叫做梦想啊。有梦想了后，介意无介意，我都梦求。迄个求毋是讲我一定爱得到，而是讲这物件爱下我今仔日我思想所求的迄个想法，叫做梦求。毋是讲我介意无介意，遮尔简单尔。而是讲我无介意嘛是梦求，我介意嘛是梦求。所以呢，咱来堵塞咱的六根，互咱的六根拄好外口物件互明晰。所以叶学就去想着讲叶学，我叶学读国中的时候，高中的时阵呢，叶学有一个老师，伊就咧讲伊的祖囝，伊的祖囝呢有一个姓，伊的祖囝有一个姓，就是要讲姓就是，应该是讲伊